公司台语大家华视合作的台语戏剧《火车来去》20日台南华来影视基地举办开镜仪式。这是一出背景伫1982年，用台湾一个小镇来讲人生悲欢离合故事的戏出。众人做伙迎香拜拜，祈求拍片的过程会当一切顺利。公共电视台甲华视做伙联合制作的新戏剧《火车来去》，20中昼举办开镜仪式。2、1，请长官揭开红布，火车来去开进大吉，典礼顺利圆满。去年火车来去用1940年代电动一家伙仔的故事，伫金钟奖得到好成绩。导演李亚峰推出来去系列第2出的火车来去，要向大家讲一个1980年代发生伫一个小镇的故事。较早出外来拍拼，要等于故乡，拢伫即个火车头，有一个安尼个悲喜的演出就对啦，所以我是用即款较慢的迄个步调来伫演出过去的旧社会迄个人情味。这届演出的演员，除了有一寡顶一出《火车来去》的演员之外，嘛佫有加入新的演员。因表示用台语演戏是一个挑战，会拍拼讲好台语。因为这是我第一部，就是全部都是要讲台语的戏，然后我台语其实没有很好，但是呢，我刚刚遇到石之田之后，我才发现哦，好险，有人帮我垫底了。我跟导演是20年前合作的家，所以20年后再演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讲的是国语哦，然后我不会讲台语，也不会听，所以导演这次就问梁家荣，你敢会晓讲台语？我说今晚会晓听，会晓讲。导演表示，2月的时阵都已经来到台南华南影视基地大布景，这个环境真舒适，希望会当拍出精彩的作品，让观众看好戏。记者林慧婷，台南报道。